小姐，人讲安尼哪有唔对嘛？你看你啦，安尼爱作假又搁搞话。其实啊，这件代志并不是你所讲的遐尼简单。哦，为什么咧？小玉，伊敢若是素不相识，伊却忽然变成我的表兄，到底是啥物机心呢？还阁有自首，伊是小玉的朋友，伊是对小玉做伙来的。小玉，你敢会感觉这件代志实在令人费解？小玉甲自首，因到底是啥物人？因来遮，敢讲是另外有目的的？小姐，啊你毋规去问老爷就好啊嘛。掠这个脾气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伊既然肯承认小玉做卫生，而且由我收下自首的定礼，假使我若是开问，伊嘛是袂甲我讲。小姐，有当是咱家己伤过多疑啊。人小玉甲自首根本就无像是歹人嘛，尤其是朱公主，伊无论言行甲举止，拢有一种高贵的气派。小姐，你着毋通阁胡思乱想嘛，像这款的翁婿，世间敢找第二个啊？搁再讲吼，伊会当互杏花盛开，我看哦，伊绝对毋是一个普通人哦。无定着咱姑爷，还阁是一位真命天子咧。秋菊，这句话不准你乱讲。杏花重新开放，只不过一种巧合而已。哎哟，巧合，若毋是前世定好的姻缘，哪有遮尔拄啊好的代志咧？小姐，这是一桩假姻缘呐。杏花重开，姻缘巧合。宋员外，这件代志比我预料的更加完成，真是天作王爷。你立刻准备婚事，等待自首来甲你的查某囝成婚之夜，我就会暗中下手将伊除掉。王官，这哪会用呢？自首到底甲王爷敢有啥物款冤仇是？自首伊品貌不错，心地正直，为什么王爷一直？这你免问遐多，为伫你是想要做官，就爱听我的话。王官，要若安尼，阮查某囝终身大事，又毋是正式成亲，你紧张什么？事成了后，我会叫王爷做主，甲恁查某囝另配一门仔高亲。那安尼，你敢毋是又体面又风光呢？真是，多谢王官，多谢王官，多谢王官。大哥！哎，表姐呀，你咧找阮姑爷是？阮大哥咧，我昨送水果来的时阵，听廖管家咧讲，姑爷出去耍啊。啥物？阮大哥家己一人出去？哎哟，你哪着遐尔着急啦？伊也毋是家己一人出去啊，还阁有送信陪伊啊。宋生，宋生是啥物人啊？送信是阮宋家的长工啊，伊虽然是咧戆头戆脑，也毋过伊有一身的好本领哦。阮姑爷有伊陪伴，你尽管放心。惨啊啦！即马李成甲宋元贵已经绑下陷阱害阮大哥，阮大哥搁安尼毋知死活，等要才戆戆等你要甲宋彩霞完婚，还搁有迄个心夜出去佚佗，我要互气死！江南处处红景，所有红花素桂名。一别温下挂天际，何处
哎呀，迄一个伫咧客栈，敢若偏了真芳无食着，四西路伊讲真好食，有影无影？有影，这名产最好食哦。真正的四西鲈鱼，我无假咯，我拄则钓起来呢啦，活跳跳，哦，你唔信你看卖，加看，你看，我掠起互你看。免看，四五我拢要买。安尼，啊，一尾偌济啊？你要买，算你较俗嘞，5两银。等你讲对讲唔对？啊，一尾鱼仔要共卖5两银哦。当你是捌坐啥物的？这四西鲈鱼唔是随便规年通天有的咯，爱看季节了。哎呦，会当买到这尾四西鲈鱼是算做福气呢。你唔买就准拄好啦，我袂别人。买，我要买。较可。哎呀，这是本地名产，别个无买，5两好伊算你嘛。咧讲啊啦，你讲啦，你知影？袂个啊，这个问题选啊，敢会卖你卖你啦？要买这尾四西鲈鱼，你要顶？是。无法度啦，人买去啊啦。你信捌我什么人信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做生意我管得你是啥物人？嘿嘿，我听人伫咧讲啊，讲先得先，后得后啦。大先来就大先买啦，啊等你落尾来，啊等你就无法度通我买啊。我管你是啥物人。哎呀，你怕啦，你怕？就这，过来，无你无油出手就拍人啦，啊！你去买鱼啊，阮大先买，阮袂使互你买去啦。你甲啥物边咧？若无吼，你毋惊讲，阮爸会甲你掠去甘露仔底食无钱饭啊？恁老爸是啥物人？条我知，我若讲出来，你毋惊一个大敲阮斗去。伊就是本城的布政司参政，若是本公主吼，叫我调明啦。哦，你若是目睭闭下金吼，叫恁这个死路仔徛到边仔咧，莫带来甲我定位。若无我命来拍算。你更加对我自受这样的无礼，平时毋知安怎啊鱼着渔船欺压百姓，实在目无尊重。来，这个人大大甲伊告去。好啊！兵愈来愈济啊！姑爷，啊，他即摆挑大人啊，咱拍伊囝，伊即摆甲咱当作咱是状元呢。派兵来要掠人，看咱要安怎都好。要无，我写上批，你甲我摕去都指挥所，伊这个吴大人若看到我的批，伊会来甲我改话。我带恁去捌你哦。你莫问遐多，师傅，恁这有做后壁无？后尾问我都有法度啊啦。老妈，紧带你带回来，我来。小心啊！快走！安排。是。大自首，见本官为什么要跪下去？来人啊！就要拍3十大板。是。蓝枪，挑人数。你只摕去你的玲珑，受人殴打，安怎你毋问你的囝是安怎用破呢？当这哪有原因啦？也伊明明知讲我就是你的囝呢，靠着伊的路财啊有淡薄仔功夫，就甲我修理，啊，敢我自从你这保证有藏伫伊目睭底呢？哈！大胆，将朱秀甲阿伦当马3十大板。是。我大人告。笔迹不敌吴大人驾到，未经婉言，请下罪。
参见主公主。免礼。刁大人，请你屏退左右。装退他。臣爱用部叩见我皇万岁，万万岁。皇兄，平身。下万岁。大人你。主口。见着当今圣上，严下归心。臣刁律师，叩见我主万岁，臣犯头顶大罪，请皇上开恩啊！你身为参政，却不知体察民情，尤其搁来统治欺人，非非作歹，你可知罪吗？臣知罪，臣从今以后一定会勤理民情，严加管束小俭，请皇上开恩赦臣无罪啊！念在你平日并无大过，我也无要处你的罪。这发放一年，你就要好好反省啊！谢皇上龙恩。摇摆兵马步成军，正定小义出艺文，心吹主修天元君，不见踪影心如焚。贤弟，大哥啊，你到底是走去倒去，害我四季拢找你无？表啥呀？阮姑爷吼，我有细练呢，伊敢若一张被吼，吴大人就听我甲调出来。贤弟，伊爱讲话啦，你莫来听遐多，你先转去。是。大哥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哪有啥物呢？我只是写一张批，请乌子卫士去治疗一个恶徒而已啊。哦，贤弟，咱俩真紧，要结为表亲，你有欢喜也无欢喜？啥物人要甲你结表亲？贤弟啊，凝固的纪念。大哥，大哥的如今啊，上年轻，冷的魂魄是本坚定。你着急要娶妻哦，是为何故？孤单的几年嘛也会袂迟。男大当婚啊，女当嫁。舅兄早已该娶妻啊，中有有事是鼓励啊。兄不娶妻啊，你怎成嫁？小弟仔的无想破婚姻，我情愿一世是孤单身。哈哈，此话使人是难相信啊！西门的贤弟啊，为何啊因呢？我不为帮您，只为你，为求。
忘记咱兄弟啊之情啊，永的不离啊。大哥，哎呀，你的意思我拢明白。后台有遐若到你的表叔的成亲了后咧，我一定即刻就来去拜托媒人，甲你做一个严肃的家人。你是如何？大哥，哎呀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要无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嘛行较紧嘞！休困。我无法度啊！我安尼两只脚拢退腿啊！哎，老太叔啊，嘿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是足无记伫的哈，啊，都讲几摆叫老爷啦。哦，老爷，我是咧讲哦，前几工咱遐看到周勇啊，结果吼人甲你拍去，实在是足拍算的哦。但迄落哪有啥物通拍算？我安尼面对面看到皇上啊，也毋是共款过去互走去，这拢毋知真是拍算。哎哟，迄当阵吼，我来你边仔就好啊啦。你看我少年啊，有力啊，走得紧，哪有操你这个老岁啊？当然嘛，你袂着皇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闲话毋免讲遐济啦，差不多啊啦，好过行啦。要叫，哎，老爷啊，你看天拢已经到啊呢，迄头前有一间酒馆，咱来去遐食饱，再搁行好无？哎呀，先行要紧啦，啊若要食吼，等留进城来去才食啦。妈呀，这腰啊，行啦，嘿。海水深深滚往啊，为情梦醒影匆匆，就用影在酒馆内。是情后面怪谁来？世界拢总找无着皇上，大概皇上伊是家一个人去宋家庄找萧玉了。咱计我来这坐，你要食？小丽，这间酒楼阮拢要包，其他的人去闪开。先生，快点走，走走。喂，你是无听到我咧讲话是？闪开！什么爱闪开？因为阮来啊，安怎你来，别人就爱走？酒楼细，人又搁济，我坐袂落。后摆你较早来。